嚟緊嘅土耳其國籍，又想唔止買一層樓，想組個多層樓嘅組合，咁樣又易放手，又有前景。不如我哋一齊睇下咩情況真係 work， 咩時候又會有風險。40萬美金可以用嚟買幾個物業組成一個組合，仲可以喺土耳其唔同城市同地區買。不過每一個物業都要符合計劃規定，賣家要係土耳其公民或者公司，文件要齊全，官方估價要有 debt 證明，所有交易都要經銀行，仲有 TAPU 上3年唔可以賣出嘅限制。仲有一樣好重要，就係喺物業入邊唔可以有任何一個之前用過嘅申請公民計劃，否則成個組合都唔會過到。可以根據物業嘅完成階段去組合你嘅物業組合。如果物業已經起好，可以辦 TAPU 同埋揾專家做估價，咁你就可以喺唔同發展商或者唔同地區買幾個單位湊夠金額，只要交易結構正確就得。但如果個項目仲喺起樓初期，未有得做專家評估，佢就要用公證合同去處理。呢個情況下，成筆錢都要喺同一份合同、同一個發展商度搞掂。呢種情況下就唔可以用其他物業去湊夠40萬美金。組合唔單止要金額夠，文件都要齊全，所有物業都要用同一個投資者名義，跟住一個完整嘅交易結構去辦。每一間單位都要做獨立評估。正正就係呢啲評估報告 TAPU 產權證上面嘅金額，得賣外匯證明同官方銀行過數，先至會計入去申請公民身份，唔係賣樓廣告上面嘅靚數字。如果組合入邊有任何一個物業評估唔夠分，之前賣過俾外國人或者 TAPU 產權證有啲歷史問題，嗰個物業就會被踢出整個方案。實際上呢個意思就係話睇樓要好小心，唔好見到咩都執，要預先清楚邊啲物業真係可以達到你想要嘅效果。喺 Tolerance， 我哋會預先計算好交易結構，幫你攞樓，查清楚 TAP 產權證嘅歷史、賣家同埋所有法律細節，一切都做得安心透明，好似幫自己咁樣。如果你考慮緊用物業組合申請土耳其國籍，又想了解下你嘅情況，實際上點樣操作，可以喺通訊軟件揾我哋，或者上我哋網站，我哋會一步一步幫你分析你嘅方案。